戴大人。哦，你是？我家老爷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是写给优莲琴心的。他现在在广中堂府内，知道的底细一定会很多。您带着这封信去找他打探，他一定会帮忙的。好，我知道了。 驾的吉时已到，不能再等了。再等等。启禀皇上，从驿站传来的消息说，戴大人明天才能赶回京城。皇上，那我们还等吗？那就起驾吧。起驾。这。哎，慢着。传朕的口谕，待徐亨回京以后。 立刻动身前往五台山随驾伺候。这，起驾！皇上口谕，着戴渠亨回京以后，立即前往五台山随驾伺候。 臣遵命，谢皇上。多谢，多谢。戴大人，您还能去五台山？能去，我是一定要去的。请问，广中堂是不是也随着皇上前往五台山了？ 是戴大人。好，好。老爷，马车、行装都已备好，什么时候可以动身呢？今天不走了。老爷正好可以休养一下身体。 广兴随圣驾去了五台山，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封信送到广兴府内一个幽灵叫做秦心的姑娘手里。另外，务必设法让她今天见我一面。这件事事关重大，一定要办成。是，老爷。哎，老爷。 老爷，该吃药了。您还是不要起来了，躺在床上喝吧。老爷，信交给他了吗？我已亲手交给他，真是费尽了周折。今天能见面吗？若在平时啊，绝无可能。恰好今天他要赴永王府一个堂会，在路上啊，他会在一个香粉店逗留片刻。老爷，您可以在那儿和他见上一面。再过半个时辰呢，他就该出来了。好，我这就去等他。哎，老爷。 您的身体没事，顾不了那么多了。更衣。是老爷。那进堂铺了。进堂铺。
你等会儿。见过戴大人。啊，姑娘，快请起。姑娘不宜耽搁太久，我就长话短说了。王大人的那封信，看过了吗？看过了，大人。那姑娘是否愿意帮助戴某搜集广兴索贿受贿的证据呢？戴大人高风亮节，小女子钦佩已久，能为戴大人效力，小女子义不容辞。哦，这是我匆匆写的广中堂索贿受贿的证据，请戴大人收好。姑娘义薄云天，令人钦佩，请受戴某一半。有戴大人这一句话，小女子死而无憾。时候不早了，我得先告辞了。姑娘请便。就此别过，戴大人。多多保重。姑娘等等，您的香盒。巨贪，彼何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大清的江山就要被他诛空了。来人，请老爷吩咐。马上备车，赶到五台山去追赶圣驾。马上就走，老爷。马上就走，我要尽快把这些证据交到皇上手里。老爷，您还是歇息一晚吧，明天再走也不迟啊。要不，您这身体肯定吃不消啊，老爷。我就是一路躺到五台山，也要亲自面呈皇上。赶紧备车。老爷，废什么话？备车！是老爷。老爷，老爷，怎么了？老爷，老爷，老爷，离皇上还有多远呢？还有100多里呢，今天是赶不上了，老爷。赶！哎，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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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戴渠亨病倒在路上了？是皇上，据说病得还不轻，恐怕是不行了。立刻传太医前去诊治，带上最好的药，务必保住他的性命。这，大人，我家老爷的病，无力回天，尽人事而已。刘大人，还有别的办法吗？刘大人，戴大人。请吩咐吧。烦请刘大人把这2个折子交给皇上，我恐怕是见不到皇上了，拜托了。戴大人放心，
我一定当面交给皇上。还烦请刘大人给皇上带句话。戴大人，请讲。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财。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财。刘大人，快给我家老爷用药吧。戴中堂已经走了。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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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该起驾了。戴群亨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太医还没有回来。不走了。今天等不到戴群亨的消息，朕就不走了。这。广大人，太医回来了。太好了，赶快禀报皇上，我去迎接太医。这。刘大人，广大人，刘大人，广大人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戴中堂，他病情如何呀？戴中堂已经走了。哦，可惜啊。那他临终的时候有什么交代没有？戴大人让我把这2个折子呈交给皇上。奏折？可否让我先看一眼？好吧。一会儿见了皇上，就说只有这一份奏折，记住了啊。广大人，这可是什么呀？难道你想和我作对吗？你不用害怕，一会儿见了皇上，你就镇定一点啊！只要你不说出来，我不会亏待你的，明白了吗？是广大人。朕时一臂膀，大清时一栋梁啊！可惜，皇上，天命不可违，请皇上不要太过感伤。可惜呀。起来吧。这戴中堂临终之前有没有什么交代呀？戴中堂临终前让臣把一份奏折呈给皇上。呈上来。
这是他举荐南河总督的折子，至死都在想着河工啊。这就是戴渠亨，真的苦功之臣。戴中堂还留下什么话没有？有。快说，他说的是什么？戴中堂让臣带给皇上一句话：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财。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财，什么意思？臣也不知道。戴大人说完这句话，就走了。广兴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吗？臣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皇上，时辰不早了，该起驾了吧？好吧，传朕的口谕，在清凉寺为戴渠亨做一场最隆重的法事，超度他的英灵。这。管家，老爷，把秦石那个小贱货给我捆起来，把他的住处彻底查抄一遍，什么也不要放过。是，老爷。贱人，吃里扒外的东西，养不熟的狗，竟然想抓我的辫子，置我于死地！哎呀，嘿，你还敢蔑视我？老爷，老爷，从他的住处送出一封信。原来如此，这个王日章还是阴魂不散。何师太，臣在。戴渠亨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话：“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财。”朕至今也没弄清楚是什么意思。这很有可能是从民间传上来的，你下去好好调查调查。臣遵旨。戴渠亨还留下了一道奏折，就是举荐徐端为南河总督。朕要满足他的遗愿。广兴啊，马上拟旨，任命徐端为南河总督。这，让他尽忠职守，啊，就不必进京谢恩了。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徐端任南河总督之职。即日起全面梳理河工事务，徐端宜忠心于职守，暂不必进京觐见谢恩。钦此。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同志啊，小东客河端的工地明天就要断粮了，今天呀，务必要把粮食送到，不然河医们明天就要饿肚子了。前2天刚下过雨，道路泥泞，粮车上不去呀，徐大人。那你下雨之前为什么不送啊？这工地上有多少张嘴，一个月要吃多少粮食，你这心里就没底呀？为什么不肯筹划在先，总是要等到出现粮荒了才去送？今天就是人背肩扛，也一定要把粮食给我送到。
我的书台。哎呦，徐大人，黄东藩，马家窑的河堤出现了险情，急需调集200名河艺前去加固大堤，越快越好。哎呦，徐大人，我这一时半会儿也召集不了这么多河艺呀。我上个月不是让你调集1000名河艺，随时准备抢险吗？怎么现在连200名都调集不了？不是，我这不是还没着齐呢吗？我。那你现在能调集多少人？也就40-50人吧。限令明天上午必须调集200名河艺到马家窑，哪怕是把河督府的官吏们全拉上去了，也要给我凑齐200人，包括你自己也要上去抢险。这。哎，孙太师啊，我不是让你去巡堤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快巡堤去！这。呵，吴大人，那位同僚辛苦了。哎，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太苦了。这哪是做官啊？这不分明做河艺、做苦役吗？对，是。是这个。这本官做总督的时候，各位如此辛苦过吗？哎呦，那是当然了。哟，那当然了，那能比吗？啊，每天坐在公事房里，风不吹，日不晒，雨不淋的，有吃有喝有玩，哪还有的捞？那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对呀，这想过回神仙般的日子也不难，只要把他挤走，我不就回来做南河总督了吗？对，那个您说的是啊，他以前不过就是个跑腿的，那极品还没我高呢。若不是戴大人重用他，他能对我发号施令吗？现在戴大人已经归西，他也没什么靠山。就是嘛，只要这个时候工地上出点什么事儿，比如说决口了、死人了，这个责任就是他的，挤走他易如反掌。高见！您呐，话说到这儿了，就合计。老爷，怎么样？打听到戴中堂消息了没有？打听到了，不过什么？快说呀！戴中堂一回京，立刻往五台山去见皇上，不料劳累过度，病故在途中，没能见到皇上。啊！牵不住我也。那会儿证据如果落到广兴手里，他岂能饶我呀？此地不可久留，快收拾东西，明天就回江夏老家去。现在就收拾，越快越好。是老爷。来，小心点啊！哎，抬好。管家老爷，两江总督乐大人听说汪大人今天要启程回京，特地设宴为汪大人饯行，请汪大人务必赏光。小的们就是特来接汪大人的，烦请回去通报一声。好。这个乐宝好像是戴大人举荐过来的，该不会是广兴的人吧？那大人，您是去还是不去？您要不去，我这就出去把他们给回了。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说不定老爷我还有转机之日，有祈福之时啊。大人请。
广大人，王日章，我已经让他归天了，他再也不会给广大人添什么麻烦了。好，乐宝大人这件事情办得漂亮，你说我该怎么谢谢你？广大人何言谢字呢？岂不是要羞杀下官了？不必了，不必了。有了，那个幽灵秦心，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戏唱的也不赖。如果乐宝大人不嫌弃的话，我就把它送给你，如何？心领了，心领了。下官对戏曲一窍不通，哪敢附庸风雅呢？还是让他留在广大人府上吧。啊，我这里岂能再容他？广某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种内奸。如果乐宝大人真的不想要他，那我只能把他给杀了。来人呐！在，过来，跪，进去。放开我！你现在觉得生不如死了吧？呸！贱贼！自从落到你手里，本姑娘就盼得自己早死，好变成厉鬼，来除掉你这个奸贼。那好，我现在就成全你，送他上路。小贱人，小贱人，你给我看清楚，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明白了？乐宝大人，喝茶。哎，喝茶，喝茶。有件事儿啊，你或许能知道，真想问问你。皇上请讲。戴中堂临终之前留下一句话：“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财。”朕百思不得其解，朝中大臣也无人能解。你和戴中堂既是叔侄，又长期共事，想必应该能解开这个谜底。回禀皇上，这两句话，臣也不解其意，不敢妄言。那就算了。你的任命啊，朕都想好了，这次就不要回去了，直接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谢皇上。回去准备一下，尽快上任吧。皇上，臣还有一事禀报。说，南河总督徐端对治河工程有新的见解，希望能见到皇上，不知能否问准？那好吧，朕也想看看这个徐端到底怎么样。谢皇上恩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南河总督徐端即日进京觐见面陈治河之道，钦此。谢皇上，吾夸万岁万岁万岁！接旨。吴大人，要是他这次在皇上面前告了你，哎呀，那可就很不妙了。见了皇上，他就能通天了。吴大人，您以后的处境可就……那他不对吴大人吆五喝六的，吴大人您就更没有说话的地方了。没那么容易，他别想顺顺当当的见到皇上。能有什么好办法吗？我要赶在他进京之前上下活动，阻止他见到皇上。吴大人，好主意，好主意呀！好主意。孙太师，在，时间紧迫，帮我拟个告假条子，就说我耳疾复发，需要在家静养几日。我明日动身进京。这下官一定照办。可是皇上下诏都要见他，吴大人能
能阻止得了吗？对呀，只要找对人，没什么阻止不了的。找谁？刚才您看的那些啊，可都是好东西啊。那些是从施工中无意挖掘到的一座汉墓里出土的。刚一见到，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肯定是有些来历。后来一经查证，果然里面葬的竟是位王爷。这样一来，这些东西的价值可就难以估算了。放在我手里，的确是委屈这些东西了，还是广大人您收着比较合适。不过确实是好东西。那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先收下了。收下，收下，收下，收下。广大人，您看下官的那件小事儿，想让我出面，在皇上面前举荐你回任南河总督。是是是，这个其实并不难。可是你应该先想想办法，把徐端从任上赶走，否则南河总督还未出缺，我如何向皇上开这个口啊？啊？下官明白了，多谢广大人。哎。快，找一匹快马，连夜出发，把这封信送到王大人、赵大人手里，越快越好。是大人。吴大人的意思我明白了，可怎么办才好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河堤再开个口，然后把罪责啊再通通推给徐端。让河堤开个口？怎么开啊？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了。说句不甚恰当的话，就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哦，哎呦，徐大人，哎呦，戴大人，多日不见，身体康健多了。徐大人一路辛苦了。徐大人，暂在寒舍小息，明日早朝，我便禀奏皇上，力求让徐大人早日见到皇上。戴大人多费心了，但愿皇上能早日采纳治河方略，尽快使水患得以根治，了你我平生之大愿呐。现在看来，离这一天不远了。请请，徐大人，戴大人。回禀皇上，南河总督徐端奉诏进京，进叩与皇上见面，面陈治河方略。皇上，见这个徐端是否妥当，奴才望皇上三思啊。广大人，徐总督是奉诏进京，觐见皇上顺理成章，有何不妥呀？皇上，河督府发来的600里加急，呈上来。大帝又绝口了啊！我看这个徐端还是别急着觐见皇上了，赶紧回去把大堤上的口子堵上吧。可是皇上，徐端啊，不宜再在京城耽搁了，令其速回河督府，召集人力物力，尽快把决口堵上。你说的是真的？安主子，小声点儿，这事儿千真万确。他住在哪儿？你想干什么呀？德林，你赶紧告诉我，要不然我就把这件事儿告诉皇上。哎呦，安主子，奴才这不是找死吗？早知道奴才就不跟您说了。
好，奴才都告诉您。何地绝口了？怎么会这样？来京之前奴还巡查过，各处险境都已经排除，怎么会突然绝口？我看这事儿是有蹊跷，似乎有人在暗地一直阻止你见皇上。可是现在怎么又出了这档子事儿？我怀疑又是吴敬在从中作梗。吴敬人现在在京城，空口无凭，皇上怎么能够相信他呢？哎，事到如此，我看徐大人不如早早的回去，把事情弄清楚了为好啊。那觐见皇上，觐见的事儿再议吧。也只好如此了。我这就收拾一下，今天就动身回去。好，大人。戴大人，请留步，徐端告辞了。多多珍重，徐大人。徐端，给娘娘请安了。娘娘，有话赶紧说，这儿可不能久留啊。起来吧。谢娘娘。徐公子，我还叫你一声徐公子，你就不能叫我一声瓜儿吗？物是人非，你已不是7年前的你，我也不是7年前的我了。不，我还是7年前的那个我，只是7年来，我一直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忽然消失，音信全无。不仅背弃了我，还娶了我的金兰姐妹。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我虽同在人世，却有着天壤之隔。那些前尘往事，你知道了又如何？不知道又能如何？不提也罢。我不知道什么是天壤之隔，徐公子，我只是想告诉你，别说是7年，就是千年万年，我也还是7年前的那个我。你背弃也罢，不背弃也罢，我也还是7年前的那个我。主子，奴才有事向主子汇报。说吧。走。你说的可都是实情？绝无半句虚言。皇上，安妃身为贵妃，却私自出宫去见她以前的情人，这宫里还有王法吗？这事你不能不管啊！皇上，臣妾给皇上、皇后请安。
皇上，你瞧，他跟没事的人一样。你昨天是不是私自出宫了？臣妾有罪，皇上。那么你出去见的就是徐端了？臣妾是去见徐端了。说这样的话，你连脸都不红，你还有一点廉耻吗？皇上、皇后，臣妾去见徐端，只说了2句话，并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什么是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身为贵妃，竟然私自出宫，你懂不懂宫里的规矩？你心里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皇上息怒，臣妾有罪。你是皇后，有统摄6宫之责，朕就把她交给你处置了。